亲爱的平安。咱礼拜时间就要到，咱请咱备饭心来准备今日早起的礼拜。全地中摇花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摇花。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摇花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咱过来请敬拜团来带咱来学乐。诗人在诗篇告诉我们，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就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站立，来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追存的果子，仰望他。我敬拜你，全能真神，有谁能像你？我敬拜你，和平君王，我心何等渴慕你，我赞美你，你是我的公义。我敬拜你，全能真神，有谁能像你？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全能真神，有谁能像你？我敬拜你，和平君王，我心何等渴慕你，我赞美你，
是我的公义。我敬拜你，全能真神，有谁能像你？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全能真神，有谁能像你？我敬拜你，和平君王，我心何等渴慕你，我赞美你，你是我的公义。我敬拜你，全能真神，有谁能像你？我的心啊，为何忧闷？应当仰望全能的神。我的心啊，为何忧闷？应当仰望我的神。我的心啊，我的心啊，为何忧闷？应当仰望全能的神。我的心啊，为何忧闷？应当仰望我的神，仰望他，仰望他，我就得力量；仰望他，我就不惧怕；仰望他，我将如鹰展翅上腾，我刚强壮胆，再次重新得力。仰望他，我就得力量；仰望他，我就不惧怕；仰望他，我将如鹰展翅上腾，我刚强壮胆，再次重新得力。我的心啊，为何忧闷？应当仰望全能的神。我的心啊，为何忧闷？应当仰望我的神，应当仰望我的神。我靠摇晃的人，亲像永远徛在未摇出的锡安山。咱就掠摇晃最欢喜，伊就要将咱心所求的予咱。咱就我靠摇晃来行好，踮伫即个土地。咱稍合用圣诗618首来学乐。咱着信靠上帝，真志向前无退，深信毋茫靠主来行，一切工作会成，惊吓咱着拄去，毋茫伫落子，上帝在咱一切苦难，灵命体贴帮赞，经过人生风暴，救主为咱开路。吞论天后，救主安排，到尾平安自在。愿主掌管的力，但以命令之心。
在救主奇妙成就，智慧权能拯救。但愿无论是我，传播真理无衰，宣扬救主听叹名字，地高人将hy死，主你在远远有。甘草念头使用，求你赞远远有卡手，到时扶持保守。感谢主，咱继续徛咧。咱有缘徛伫吼，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咱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啊，伫本场彼拉多任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到阴府。第三日对世人告活，天打坐的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下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帝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再来三个来祈祷。主必听人的爸，阮的上帝，阮的主日的时，到伫你的殿院，伫遮来学到你，伫遮来感谢。献上感谢的祭，主祈求你，互阮常常有喜乐的心，用平安来行人生的路站。因为你是阮的主，主啊，恳求你的圣神甲阮三甲地地，祈求你常常找你的天使围围伫阮每一个人的身边，互阮的灵魂体拢会当得到勇行。主啊，阮也感谢你今仔日差派陈牧师来到阮的中间，为着文字事工的工作，伫遮来呼吁，伫遮来讲传。主啊，求求你，互阮会通过即个文字的事工，互福音会当讲传伫台湾即个所在。主啊，祈求你的神甲阮三甲地地，祈求你看顾阮的国家、阮的社会，也特别看顾乌克兰迄个所在。祈求你怜悯看顾，因为战争要煞在伫你。主啊，你是历史的主宰，祈求你亲自看顾。愿感谢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过来要请圣乐队来学录。
咱过来共读上帝话，咱看圣经第诗篇42篇第1节到第5节，43篇第1节到第5节，42篇第1节。上帝啊，我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鹿切切羡慕溪水。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我啥时会到上帝面前来见伊啊？我的面日用我的目屎准饭食，因对我讲无煞，你的上帝伫倒落？我早前甲众人做阵去，带因到上帝的厝，用欢喜懊恼的声，大家守节。我对念这个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啥事郁卒，啥事伫我的内面着急？你着仰望上帝，因为伊的面向我来拯救，所以我要求要学落伊。咱过来看43章第1节到第5节。上帝啊，求你甲我判断，对无虔诚的国辨明我的案。求你救我脱离奸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互我有快乐的上帝。啥事放杀我？我啥事因为对敌的压迫，常常忧闷来行。求你发出你的光甲你的真实，互伊带我，带我到伫你的圣山，到伫你的会幕。我就要到上帝的祭坛，到我极欢喜的上帝遐。上帝啊，我的上帝啊！我要弹琴来学落你，我的心啊，你啥事郁卒，啥事伫我的内面着急，你着仰望上帝，因为我要求要学落伊，伊是我的面的阳光，也是我的上帝。咱过来要请陈牧师来正道，仰望上帝。敬听的中职甲刘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我有这个机会来到咱贵教会分享上帝的信息。因为今仔日是文理事工的奉献主日，我会记得大概20年前，当时咱的林教练牧师，还个伫遮牧会时，嘛共款即种奉献主日吼，我受派伫咱教会讲道啦吼。不过是差不多20年前的代志。真欢喜，今仔会当过来吼，代表台湾教会公报社的社长以及全体员工向咱弟兄10元分的感谢感谢恁过去对文理事工的支持、的关心、带导甲奉献这是这个图片是咱教会公报社的历史吼对1812年开始英国长老教会送互咱台湾头一台的印刷机吼，当时英国宣教师伯克博士伊休假登去英国学习要安怎印要使用这台印刷机来印刷吼，所以去3年后1884年伯克牧师伊登来台湾创设这个聚珍堂吼这是咱公报社新老册房的前身啦吼，以前的名叫做聚珍堂1885年开始发行台湾府城教会报，就是咱今仔日台湾教会公报吼。咱每一礼拜拢有这个周刊啦吼。这个教会公报开始发行138年以来，教会公报呢有2摆受批评来停刊。头一遍是1940年3月，因为发生中国甲日本的战争，当时咱台湾抑阁伫日本的统治下面吼，所以日本总统府下令教会公报的报纸停刊。第2摆受批评是伫主要1987年2月2日，因为公报社有刊登伫台南新人院礼拜堂要举行2日班第4礼拜的公告当时是国民党执政下面禁止咱的百姓知影2日班的事件，所以咱教育公报社有看这样代志，就安尼受没收迄期的周刊吼所以这是真可惜。虽然是安尼，教育公报无惊风雨甲时代变化。
有缘坚持就要传达正确的消息，宣扬福音的真理。这是逐礼拜有刊登的这个公布的内容吼。我唔知影咱教会有甲公布社摕这个周刊无吼？有真侪教会拢有甲教会公布社来索取吼，即嘛是免费，以前拢爱订阅吼，拢爱费用，即嘛拢唔免啦吼。所以咱若有需要会当甲教会公布社吼来索取这个每一礼拜的周刊吼。另外嘛有更新的周刊伫咱拄则直播我看无入这个周刊吼，毋过咱长老教会大部分90%以上的教会拢有入这个周刊啦吼，这个周刊内容有较浅是会当做传福音的一个工具吼。有真侪兄弟我知影讲礼拜煞看教会剩的这更新周刊吼，伊就摕去因厝的附近吼，录伫信箱，吼遐微信者会当看到内面真侪福音的见证的内容吼。所以去有新眼光的读经手册这会当照着读这本册的人会当对圣经领受上帝的呼召甲切恳这是3个月一季出版一本的这个读经的手册吼适合真侪咱每一天要读圣经的人会当伫遐来使用。另外搁一个甜蜜亲子报吼，就是较适合伫父母甲囡仔会当来看一个报纸吼会当互咱小朋友若看无父母读互囡仔听吼。搁一个少年新眼光，这是适合青少年会当来读的，嘛是3个月一本吼，甲即个拄仔讲迄新眼光读经有类似，不过这是较适合少年、青少年来读的内容。搁有即马教育公会社适合伫现在时代用即个TCNN 吼新闻网，就是用网络的新闻吼，会当随时真紧就通过咱网络将上新的消息报互咱知影吼，毋免讲等一礼拜了后才有一份即个周刊啦吼。伊迄个图片是旧年伫美国一间咱台湾人的教会发生一个外省人入去教会内面伫遐邀请要拍伫遐聚会已经礼拜煞伫遐咧聚餐才会友无拍算有一个医生吼，咱台湾人的医生为着要甲即个凶手吼，甲伊安尼抓起来吼。煞去互即个凶手甲伊拍死吼，这是真可惜的事吼。这项代志呢，伫咱即个TCNN 吼，教育公布即个新闻网的网络呢，伫隔顿工就将即个消息报出来吼，互真侪会当上网的人就随时当看见吼。过来因有发展一个新的事工，就是亲像圣经填充卷吼，迄种的情形就是圣经充满我即个灵观的事工吼，会当伫迄个一本即个册内面有一寡空白会当填这会当吼就做伫感觉遮个人吼，伫遐来写，因为伫感觉中间因真侪人吼真无聊吼会当照着即种福音事工吼，互因会当来写即个圣经填充卷吼这是毋茫有人会当认管即个事工教育公社嘛有用即种网络即个QR code 即种来认管的方向伫咱的周报嘛有入奉献袋咱若愿意会当用咱的奉献袋来奉献伫咱周报有入即个因的即个事工简单的报告毋茫咱也会当伫遐来看诗篇今年19篇17节安尼讲，人民送香的就是借钱互耶和华，伊的好所行，耶和华一定会行伊吼所以去咱来看台湾教育公会社因所制作的第一篇的介绍吼。圣经顶面记载，有一个变碎的伊有4个好朋友，跟伊来就近耶稣。耶稣看见因的信，就对变碎的讲：“细囝，
你会做下面人，的确，至好朋友就是耶稣。台湾教会广播社长期以来，透过着文字，透过着刊物，透过着出版，也透过着侪文化创意的商品，一直咧扮演着正做每一位兄弟姊妹心灵送向要得到平安，或者是信仰起造的好朋友。今年伫全世界有一个真大的改变，就是人工智慧的进展，互真侪人感觉真惊吓。若像电脑已经要取代人，人会通做的代志，电脑拢有法度做到。但是事实上，这个电脑后壁的这个文字并无消失。台湾教会广播产生这优质的内容，探讨教会议题，这拢是电脑无法度取代的。台湾教会广播长期以来，希望互读者有更较好的体验，所以对3712期开始，教会广播要全面换做大字版，互大家咧读的时阵，有更较好的体验。甚至教会广播嘛期待会当有新的改版，包括母语，包括一个教会新闻议题，互咱正兄弟姊妹拢会使伫这份报纸看见上帝的荣耀。我对广播社会读到遐个社论，我特别会读，就会感觉因的看见哦，有当时我家己无看，我会足感动，因为我遮老啊吼，要搁去倒读。拢对广播社的教会广播，读到遐个神学家，也是讲遮个少年牧师咧写咧解说圣经、解说神学家的资料。我嘛知影我是一个卑微的人，有罪的人总是伫上帝内面。我要成做一个好的牧师来见证上帝的话，拢无倒退、无灰心。我无论拄着枵餓，还是富足，我拢留恋；无论是食饱，还是枵，我拢总留恋。踮伫迄个小事快乐的上帝内面，伊逐项都拢会。这次冬令营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公报社他捐赠了30多、40多本，那他们愿意全然的奉献，所以其实我是看到说。这么有心，还有这些写作家，还有这些画图的这些绘本的，我相信他们也都是有那种无私的奉献。其实他们是很快乐。我是因为神爱我，神爱我们，而我用这样的爱来爱你们。耶稣的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感谢主，也感谢。咱众兄弟姊妹，恁对阮的关心，对阮的带导，对阮奉献，互阮的确会当哪做哪好。而且要来邀请大家继续成做广播社的好朋友，来补缴阮每一年需要超过5000万以上的事工费用。愿主赐予咱大家，也愿咱成做彼此的祝福。多谢。最后，我搁一遍代表台湾教会广播社的社长以及全体员工，向咱弟兄最诚意的感谢。这个时，请咱阿豪同心来祈祷。天父，阮天父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主日用恭敬、感恩、懊恼、谦卑、甲忏悔心，到你面前敬拜你。愿阮的敬拜会当诚做芳芳的祭，献到你面前，得来感纳甲祝福。这个时也要通过乐母的嘴开听你的话，愿你就安静阮的心，打开阮的心门，讲的听的，拢会当伫信仰上得到帮助得激励。安尼恳求感谢，拢是奉耶稣基督名来求，阿门。咱拄则思维所读诗篇42篇、甲43篇，这两首的诗歌拢是真好的诗歌。伫咱台语古圣诗内面，14首
15首甲288首，拢是用这2首的诗句来改写的诗歌。这2首的诗歌用为什么的字句，总共有10遍。会当讲起诗人伊内心是有充满真侪这疑问。这问题呢，透露出这首诗歌的作者伫伊的内心内面是充满着迄种矛盾甲争战，直到伊常常有忧伤、怀疑甲惊吓，总是要用信心来唱出俄勒的诗句。所以这2首诗歌有真侪对比的所在。诗篇42篇甲43篇这2首的诗篇有真侪相像的结构、甲主题、结构跟主题，内容嘛真类似。对这3方面来看，这2首的诗歌应该是相像的一首诗歌。后来有可能是为着较特殊的原因，有可能是敬拜仪式，也是其他这原因，所以才分做2首。对这2首的诗歌，咱会当解分做3段头一段是对诗篇42篇第1节到第5节，第2段是对第6节到11节，第3段是对43篇第1节到第5节。每一段的最后一节，拢是用相像的诗句，就是讲我为什么遐尼悲伤，我为什么遐尼丧志沮丧，我要仰望上帝。我要搁再上赞伊、学落伊，因为伊是拯救我的上帝。那我就用这3段分做3点来甲咱分享。头一点要甲咱想的是渴慕的心、渴慕的心，这是诗篇42篇第1节到第5节，用渴慕心仰望上帝。诗篇42篇。第1节一开始，诗人就安尼写讲：上帝啊，我的心渴慕你，亲像鹿渴慕清凉的溪水。对这圣经会当互咱通知影，作者的心，伊的心灵遥遥脆大。只有上帝会当解决伊脆大的心灵，填满伊内心的空虚。这就亲像人肉体脆大，只有啉水才会当解掉一半样。咱知影最近这几天真热，所以咱就要一定补充有够热的水分，若无有可能会中暑吼，也是讲身躯会出毛病。伫过去我有将近3年的时间伫美国的夏威夷伫遐牧会，伫最后2020年的2月才返来台湾。我伫遐牧会中间发现，伫这个夏威夷呢，袂歹，有真侪真好的所在。头一点就是因的优点就是风景真水，所以真侪人爱去遐观光。第二个空气嘛真好，伫遐无啥物工厂吼，所以无啥物污染。第三个气候嘛真好。像这个热天，袂讲真热吼，寒天嘛袂真寒吼，所以有真侪咱台湾人吼，有钱人就去遐买别种吼，亲像咧台积电创办者吼，张忠谋嘛，差不多住伫夏威夷吼，别种内面吼，甲迄个以前的歌戏，迄个杨丽花伊嘛是去住伫夏威夷吼，因拢伫遐买厝，不过遐厝足贵吼。若讲起夏威夷有汉一个优点毋然呢吼，因日时天气真好，暗时常常落雨，所以对住伫夏威夷遐个人呢，因伫热体上会当讲无欠用水但是大部分人因伫不即种嘛会当讲无啥物欠缺，有真侪人拢通讲会当讲经济拢真好。虽然是安尼因会当食真好的三顿，住真好的厝，但是真侪人的心灵上遥遥个脆大，尚且因伫精神也是心灵嘛过了真辛苦，甚至会当讲是过了真痛苦。这是大部分无信主的人所会出现的情形。总是有的基督徒嘛有这个现象。
特别是咱基督徒伫遐互魔鬼较赢的时，就会发生即种的现象。伫即种的情况下面，只有是搁再等到上帝怀抱，仰望伊，倚靠伊，安尼才会当互人伫精神上、甲心灵上得到帮助。有时咱基督徒会互人安尼提笑讲，恁的上帝伫倒落？设施你若提出来互我看，安尼我才要相信。这个时阵，咱毋免烦恼，嘛毋免灰心丧志，咱是应该爱亲像诗人所讲的，应当仰望上帝，因为伊就是上帝要用笑面帮助咱，我搁要上赞伊学落用。这是诗篇42篇第5节，和本圣经的翻译。若是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安尼翻译讲，我要仰望上帝，我要搁再上赞伊，伊是拯救我的上帝，上帝是拯救咱的上帝。主啊，1850年1月7日，迄天是礼拜日。当时19世纪英国真出名的报道家斯布真，伊只有10岁，伊行到伊厝附近一间细间的礼拜堂，伫遐要参加主日礼拜。迄间教会真细间，所以无法度无经济能力来聘请正式的牧师。礼拜日拢是请一位牧师到因的教会来讲道。迄天拄啊好外面落大雪，本来想要来迄间教会讲道的牧师，因为落大雪，路呢拢是雪，所以迄个车无法度行，交通因安尼受到阻碍。讲道的时间到了，但是因为交通无方便，迄个车袂当开，所以迄个牧师袂当来到迄个教会讲道。哇！大家坐伫遐等真久。即个教会信徒就毋茫讲礼拜时间嘛到讲道时间嘛到毋茫有人会当主动上台讲道。是不是？我拄仔讲只有10岁，伊无上过讲道的训练，伊嘛无准备，总是因为伊常常伫厝里真认真研究读圣经，伊了解一寡圣经的经节，所以伊看见无人愿意上台讲道。伊10岁尔，伊就家己主动行到台顶来讲道。不过当时伊心内一直祈求上帝，会当赐予伊有一个好的信息，会当帮助在座当时教会遮的信徒。因为安尼，伊行到讲台头前伫遐拍开圣经，大家来读以赛亚书45章22节的经节。这在圣经安尼记载讲，全世界的人。恁拢着爱归向我，就会得救。这个归向我，这个我是咧指耶和华上帝。我是上帝，无搁再有别个。这是现代中文一本圣经翻译，而遐所讲归向我，就会得到救。伫新标点和本的圣经，反正讲拢着仰望我，就会得救。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是不然。就根据即在圣经用非常简单的话语，伫遐来解说。伊安尼讲，除非你仰望上帝，安尼你才会当得救。无其他的方法，只有仰望伊，仰望伊，仰望伊。最后师父真连续3遍，伫遐强调需要仰望上帝。迄天伊感觉。有对天顶来的大光来照入伫在座遐个信徒黑暗的心灵，因遮个信徒有人伫黑暗中咧挣扎，有摇摇的心灵。伊知影，遮个人只有仰望上帝，安尼才会当解决伫因心灵迄种摇摇脆担，甲填满伫因内心的空虚。这就是亲像以色列百姓伫旷野流浪的时，因为因埋怨摩西、亚伦，所以呢就有火蛇来咬，真侪人因而来死受伤。结果上帝指示摩西来做一尾铜蛇，既然愿意仰望这尾铜蛇的人，因的病痛就会当得到医好。
亲像安尼仰望上帝，做咱心灵要过喙焦，也是痛苦，就会当得到抛放，得到医治。这是师父尊第一遍的讲道，也是伊真正清楚得救的时阵。佫较是伊对迄时开始，伊愿意行往侍奉上帝这条路的开始，就是讲后来伊就是安尼到处去传福音、去布道，来成做一个真出名英国的布道家。这是头点，甲咱想的较无心。第二个要甲咱想的是忧伤的心，忧伤的心，这是诗篇42篇第6节到11节，用忧伤的心来仰望上帝。第4篇42篇第6节，诗人安尼写讲，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的内面忧闷，所以我对约旦的地，对欧蒙岭，对米沙山纪念你。这是和合本中文圣经的翻译。而且所讲这个忧闷，现代中文一本圣经改翻译做忧伤。若是这在圣经这个欧蒙岭甲米沙山，比现代中文一本圣经翻译做欧蒙山甲米沙岭。伫咱导影片有迄个图片，迄个就是现在欧蒙山关顶迄个白白，就是拢是雪规年烫天拢雪。若日下安尼日头晒落，就变做冰水，流到约旦河，佫是流到这个加利河所以以色列百姓伫亚述时代，是旧约时代，是今仔时代，因大部分拢靠这个欧蒙山关顶这雪的水伫遐来供应因日常需要啉的水。拄仔讲起这个欧蒙山甲米沙岭这两个地点拢是伫以色列国的东北边。不过米沙山有可能是欧蒙山的一个山岭，欧蒙山就亲像咱台湾的中央山脉、中央山脉，米沙岭就亲像咱台湾这个玉山玉山一样。对这个山岭会当看到以色列国的全部的境况。诗人有可能因为战争也是拄着迫害，所以互伊不得不离开伫南边这个耶路撒冷城，然后流亡到伫北边靠近欧蒙山的所在。迄个时阵有可能伊爬到伫这个米沙的山岭，然后南边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看去，伫遐伊的内心充满着这个矛盾甲争执，带着忧伤，也是讲忧闷的心。怀疑也是惊吓的心，伫遐咧笑念上帝。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以后，伊就用信心来唱出俄勒的诗句。那呢，伫米沙的山岭，会当发现大大细细的瀑布。这个瀑布就是我拄仔讲，伫欧蒙山的山岭有真侪这个冰冰山因为迄个日头晒落迄个冰水冰水流落来到伫山壁就会变做真大的水到伫较斜的所在就变做一个瀑布所以迄个情景就是这种情形。伫这种大自然的中间，诗人用真水的诗句来描写迄个情景。伊安尼讲你的瀑布发声，深烟甲深烟就相叫应。你的泡影大影满过我的身躯这是诗篇42篇第7节所记载的经节。在这个深山内面，诗人想到上帝会帮助伊的时阵，伊就无再忧闷，也是忧伤，乃是转变做仰望上帝，也是讲阿拉上帝。所以第3点要甲咱想的是祈求上帝。祈求祈求的心，祈求的心，用祈求的心伫遐仰望上帝。这是诗篇43篇第1节到第2节的经节，所要甲咱讲。伫诗篇43篇第2节，诗人安尼讲：你是保护我的上帝，你为什么弃杀我呢？我为什么会拄着对敌的迫害？为什么不断受苦呢？
对这个圣经会当互咱通知影诗人伊的内心，搁一遍发生产生这个矛盾甲争执。这是伫伊对敌的迫害甲受苦中间，对上帝发出为什么的疑问。我相信伫咱信仰生活的这个过程中间，应该捌拄到甲这个诗人有相像，也是讲类似的情景。特别伫咱拄到苦难、破病、灰心丧志、心灵软弱等等这情景情形的下面，有可能搁较会晓伫迄个时阵发生埋怨上帝，甚至怀疑上帝。这位诗人虽然怀疑上帝伫迄个时，其实总是伊对上帝并无绝望，所以伊基于上帝，用上帝真理甲亮光来引带伊，互伊有一天会当搁倒转到南边这个耶路撒冷锡安山的山顶，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伫遐，伊会当来到伫上帝的这段前敬拜上帝。诗人这种的信仰表现，嘛应该是咱爱学习的。因为俗语安尼讲，人生不如意事10有8、9项人生不如意事10有8、9这句成语最后毋是讲人生不如意事10有1、2意思讲10项有8、9项是咱不如意的事是咱感觉讲安尼无顺遂的确实嘛是安尼。所以伫咱每一个人所过的人生中间，并毋是一帆风顺。你我伫什么时要拄着苦难、病痛、失业，也是不如意的事这个事往往毋是咱大声会当得去想象到。当这个事来临的时，咱是一直活伫迄种埋怨、不满，也是怀疑上帝中间，也是会晓转变做祈求上帝，互咱会当转来到伫上帝施恩造前，伫遐得到对上帝来的帮赞。那是咱基督徒的选择是甚物呢？我想这是咱值得去思考的问题。对这两首诗篇所写的内容，我想到伫13年前，就是主要2010年的11月，伫咱台湾的电影院有当一部电影迄个片名叫做《写予上帝的批》，写给上帝的信英语名就是《Letters to God》。听讲这部电影伫美国演出的时呢，非常卖座啦不过伫台湾呢，听讲无几天就下片啦无几个人去看因为咱台湾毋是基督教国家基督徒的比例真低美国是基督教国家，所以真侪基督徒会去电影院要看这部电影，看到底是安怎要写予上帝的批这部电影是一个美国叫做派翠克道荷蒂伊所编辑甲导演。伊的灵感是对伊的囝来的，伊的囝就是泰勒。泰勒出世伫主要1995年的9月23日，主要2003年，伊受诊断患着一种急性真学伫看到的这个脑瘤有伫美国的儿童病院动过手术，后来佮转到伫另外一间的儿童病院。也接受30遍的放射性治疗，以及4个月遐尼久长时间的化学治疗。不过这个泰勒小朋友，伊的病痛、伊的病情情况并无改变较好，上且伫复诊的时搁再受诊断有患着另外一个叫做软性的脑膜炎脑膜癌。主要2005年3月7日，这个泰勒蒙主恩召离开世间。伫泰勒伊甲病魔咧奋斗征战的这段期间，所有甲伊接触过的人，包括伊老爸，拢深深受到鼓励感动。伫病痛甲苦难中间，
伊愿用真积极甲正面的态度，以及用笑容仰望上帝。因为伊的信仰表现感动所有伫伊边仔的人，包括伊的父母甲亲人，以及来探访伊这人的心灵。泰勒对上帝迄种的敬虔甲坚定的信仰，会当讲是咱基督徒最有力的见证。就伫伊过身9个月以后，伊老爸患着慢性的淋巴性的白血症，就是血癌吼。因为这个老爸亲目看见伊的囝泰勒伫病痛中间怎样咧面对这种癌症，迄种的勇气，所以这老爸会感觉家己绝对无怨天怨人迄种的道理。所以这个老爸安尼经常讲伫我做老爸的心目中，我的囝泰勒是一个英雄，伊亲像是我写予上帝的一张被，永远怀抱着信心、希望甲疼。这就是伊的囝留予这个世间最重要的信息。这个老爸跟咱见证讲，人若活伫这个世间上，无应该是只有伫这个世俗的价值中间，一直伫遐追求名声甲利益。最重要的应该是对厝内人的照顾甲爱护，以及怎样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来得到永远活永生。这实在是真值得咱去思考的两段话这个见证是真好的见证。当泰勒离开世间以后，伊老爸决定要将伊的囝过去的信仰活活的见证来写做一本册，互人会当来看，以及互较侪人会当通过伫信仰上甲生命上来得到激励甲帮助。经过偌久，真正这老爸就开始写册将伊看见伊的囝怎样伫这段破病中间，迄种信仰的表现开始来写册。后来伊发现讲，哇，写册速度实在太慢了。想要看册，即马要看册的人，我想嘛愈来愈少袂真济。因安尼，伊就改变做写剧本，毋茫讲拍做电影安尼应该来看电影的人较侪吼。后来真正偌久，就把这个剧本写好，写好了就去找这电影公司，毋茫会当拍做电影，较侪人来看见伊的囝泰勒的信仰。果然就安尼开始写这个写给上帝的信这部电影的剧本。经过一段时间了，剧本写好，迄时真正嘛有电影公司来找伊愿意来拍这个电影的片吼。最后嘛真紧就把这个电影拍完成吼。这部电影大概内容是安尼写讲，这个主角泰勒只不过是一个白血患着癌症的病人。毋过，伊出世就真聪明，佫较有一粒乐观的心。对泰勒来讲，上帝毋但是伊的信仰，佫较是伊的朋友、老师，以及会当互伊吐露心事的对象。泰勒将伊每一天的祈祷用写批的方式甲伊寄出，伫每一张批中间，伊拢甲上帝讲起伊的想法，伊内心的痛苦，也是讲伊毋望上帝安怎帮助你，伫遐互伊当面对生命迄种的态度。毋过，这个信封顶面只有写讲图架，就是要互上帝无写迄个要寄批去互对方的主旨。这张批呢？拢落伫一个邮差叫做布莱迪邮差的手中。咱若要去到美国，就知影讲因邮局真少，个邮筒嘛真少吼。但是每一家头前吼，即个因迄个别庄的头前拢有一个邮筒。这邮筒呢是邮差要来你若只有批会甲你放伫即个邮筒内面。毋然呢，你若要寄批，你嘛会当放即个邮筒。甲遐迄个邮筒有一支细一支红旗你也甲拆起来。邮差到你一间厝头前，即个邮筒就看见讲，这红旗拆起来，就是表示讲你有
放批伫内面要寄出去啊，吼哦所以这个邮差就是做两项的工作吼，一个是送批，一个是收批吼因为交易也是讲美国本土嘛真快吼所以要找到迄个邮局的邮筒哦不容易啦吼，真不容易所以因就用设计安尼吼这个我都要讲这个泰勒下一批伊拢放伫因厝头前这个邮筒吼其4年邮筒这个邮差来收批的时，就把这个批摕走吼。不过这个布莱迪呢，大概收到这个批的时，就看讲这要送互土家，要上帝。毋过无主旨的，毋知要送去倒吼。所以这个邮差我感觉真烦恼吼。这个邮差嘛，拄好行到伫人生的十路口毋知影伊头前人生到底要安怎行好。毋知影头前到底是要倒边行，还是正面行？有真侪代志，互伊无法度做决定上车伊真侪烦恼会烦恼一大堆。一开始，当这个邮差看到要寄互上帝这个批以后，互伊嘛佫增加困扰。毋知影到底要怎样处理较好？到底是要退互写批的人，是讲甲ฮ็掉？伊拢感觉讲安尼毋好。最后伊讲无我先拍开来看卖，内面到底是写啥物？看讲到底这个批内容了，才来决定讲要安怎处理。当伊看到这个批了，竟然互伊心中受到真大的感动甲激励，同时嘛有对上帝来的疼临到伫个中间，互伊感受到上帝的光照。那呢，伊感受到上帝的疼甲光照以后。伊就对本来常常是活伫迄种忧伤痛悔的心境甲情况的下面来学习，只有这个8岁这个小朋友泰勒伊伫破壁中间所表现出来迄种的信心甲毅力就是气力，互伊本来无相信伫这个世间上。真正有一个真神上帝，转变想讲，我来明白这个泰勒小朋友伊所信的这个上帝，嘛期待仰望这个上帝会当来帮助伊。经过这个转变以后，伊本来高大的心灵想到对圣神来迄种疼的灌溉，最后流出疼的江河来。那呢，这个邮差伊真想要明白。写这个批这个泰勒的厝内人通更加了解泰勒的一生。因安呢，伊就叫泰勒伊所写这个寄信人所写的主旨，找到这个泰勒的父母。伊发现泰勒的父母伫因的人生中间，因为有了信仰，所以因就有教育的力量去对抗接下来的难关。因安呢。哇！这个邮差听到这个父母，这对父母见证了，真受感动，讲安尼好，我要去教会无道，知影讲到底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伫教会内面，伊看见有真侪基督徒伫信仰上迄种活活的见证，互伊体会到仰望上帝的滋味。伊一开始，伊人生有真大的转变，伫行到伫人生10月。路口的时，伊无搁再惊吓，甲伫遐丢毒彷徨，也是用忧虑，乃是仰望上帝。然后呢，伊对伊做邮差这个工作，开始有一个新的意义甲力量，就是每一届伊咧送批甲收批的时，伊拢会想到讲，我就是咧为着上帝来做。然后呢，伊的心情就变非常的喜乐。然后呢，伊也感受到，伊好亲像上帝派来为着真侪人做收批甲送批的天使。有一天，伊伫无道的教会的牧师就甲伊问讲，你协助上帝完成的任务，感觉怎样咧？哇！这个邮差非常欢喜，安尼回答讲，太棒了，真好，是知影凡事仰望上帝的人。因的人生一定要有无常的意义甲力量。其实上帝并无要求咱每一个基督徒拢着爱去到海外做宣教师，也是讲做专职的传教者。总是
咱拢是上帝所差派，要向咱四周围遮亲人朋友传福音的宣教师甲传教者，对泰勒这位小朋友，伊伫病痛中间所表现出来迄种的信仰，会当互咱看见一个愿意为主来活的人，虽然只有活10年的性命，总是有缘会当伫伊的四周围来产生带出真大影响力。常常有人会问我讲咱为什么要活伫这世间上呢？若是咱死去以后，将来要去倒落呢？其实这嘛是真侪人想要问的问题。我相信伫写予上帝的批这部电影内面，会当得到真好的答案。迄位拄着病痛的小朋友泰勒，伊用真坚定的信仰去面对伊人生的苦难病痛，也用热情、笑容甲疼心去演出上帝为着伊量身定做所编写的剧本。伊通讲是为着主耶稣来做出最有力的见证。伫伊真短暂这个人生的中间，伊也真做传达有关我永生信息上好的注解。结论来讲，望咱每一个兄弟拢毋通看轻家己的重要性。咱伫上帝的眼中，拢是非常宝贵的。虽然伫咱人生中间会常常拄着苦难、病痛、灰心丧志、心灵软弱等等这些情况，总是咱应该亲像诗篇42篇，也是诗篇43篇，这个作者伊所写的诗句所讲的，就是知影用渴慕的心、用忧伤的心、用祈求的心，而遐来仰望上帝。我相信，咱若愿意安尼做，那安尼咱就会当体会出咱所相信的这位同一真神上帝，并不是离开咱真正的上帝，咱是时时刻刻甲咱同在的上帝。伊要帮助咱伫逆境、困境的中间，活出更加美好的见证。亲像写予上帝批这部电影内面迄个小朋友泰勒一样，请咱好同心来祈祷。太阳万天别感谢你，阮用短短时间通过罗伯所签名的信息，阮知影我们怎样来仰望上帝。愿阮伫人生不如意事10项有8、9项的中间，会当常常仰望上帝。我可以仰望伊，互阮来度过侪的困境，而遐唱出懊恼的诗歌来。安尼恳求感谢，拢上耶稣基督名来求，阿们。那个学了咱的吟圣诗618首，咱起立来吟全首。信靠上帝，真挚仰敬无敌，真心能望有主来迎，最高作为家，家呀难有妒忌，在那一切苦难。
请坐，请咱平心来奉献。请坐。那个吟上行389首，吟时候，咱请陈牧师来祝祷。上行389首。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众大家三国地地，对这条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咱过来看报告的事项吼。咱今日是文字传道事工的奉献主日，咱感谢陈牧师来遮请安以及讲道。咱继续为着文字事工来带祷甲奉献。啊，咱礼拜后有缘有即个小组的分享啦吼。啊，过来妇女团契伫7月23号礼拜是有。请迄个慧文姐来教大家大家吼做即个布丁啦吼。啊，金星奖学金若要申请的人，伫今仔日开始吼，到8月20截止吼，来向我来申请吼。啊，过来咱迄个社青吼，咱等下礼拜煞的时吼，咱伫即个小组分享以前，咱请社青团契来练歌啦吼。啊，过来咱的。分享即个，咱即礼拜吼读的即个新眼光啦吼。咱
咱顶礼拜有读到迄个第4章嘛吼，啊，即礼拜为第5章开始，啊，第5章主要就是讲迄个教会毋通混乱啦，啊，这混乱大约第一个就是迄乱伦的代志啊，有人带伊的继母嘛，伊的继母吼，啊，咱想讲哪会人会带继母啦？啊，即个保罗甲伊讲吼，你带迄个继母，啊，结果呢，教会拢点点啦，啊，无甲处理啦，哦，所以保罗讲像这爱甲伊迄个结束教会啦。爱甲伊结束教会，伊讲若有即个犯着遮个几种的人，就是迄个淫乱啦吼、贪婪、拜偶像，还是讲真爱讲勒骂人别人，还是醉酒、溺色、啰嗦遮个人呢，爱甲伊结束教会啦。哦，咱即马嘛无安尼啦，以前有安尼啦吼，以前的教会，我知影我细汉的时，若有犯着啥物，即内底吼的问题是迄牧师的迄个禁圣餐啦。吼，会甲伊禁止啊，有诶讲会甲你赶出去吼，甲伊结束教会。啊，即个保罗讲吼，毋通迄个甲即个迄个行恶的人相交。啊，伊特别有讲到讲迄个有人吼，安尼是毋是拢毋通含外口诶迄个有人做歹诶人交陪？伊讲毋是啦，外口诶人毋是啦，就是教会内底诶人吼，你毋通含伊有关系啦。讲连伊含伊食饭都毋通啦，哦，连含伊食饭都毋通。啊，这是保罗即个所讲诶，伫第5章在讲的，啊，第6章在讲迄个诉讼的代志啦。哦，因为有人会友中间互相伫遐相过，啊，所以保罗讲后摆吼，啊，恁要审判吼，审判天使呢？啊，你若讲吼，家己咧相过，那无法度伫教会内底就来处理就好势啦。哦，所以特别讲啊，所以讲伊讲吼，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啦，不义的人不能承受国。啊，不义的人有几种呢？有10种啦，淫乱、拜偶像、奸淫、做恋童的、亲男色、偷窃的、贪婪的、醉酒、辱骂、勒索的，都不能承受上帝国，拢袂当承受上帝国。啊，所以讲吼，咱伫爱伫基督的内底爱成圣称义，啊，甲主联合啦。哦，所以特别讲到讲哦，凡事都可行啊，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哦，但无论哪一件事情，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吼。啊，伊佫特别讲，咱是耶稣基督用重价甲咱买，所以咱都爱伫咱的身躯来荣耀上帝。哦，伫咱的身躯荣耀上帝，所以不应该争讼啦。啊，过来第7章内底就是讲迄个婚姻的问题啦。婚姻的问题，有人结婚嘛，啊，有人讲伊要独身啦，都要迄个守童身啦，吼，就是讲要像保罗安尼。保罗讲嘛会使啊，嘛会使啊。结婚的人，你都爱照结婚哦，夫妻。爱互相尽伊的本分啦。啊，有人若讲像酒馆，也是讲迄个太太过身呢，吼，啊，遮个代志伊拢伫即个内底有讲到啦。保罗拢有特别伫即个第7章才有讲到吼。啊，第8章内底伊就讲吼，第8章特别讲到讲迄个食拜迄个已经迄个拜偶像过的物件啦，哦，祭偶像的物件。所以伊讲吼，有人会去食。啊，有人伊讲毋通食，哦，毋通食。啊，有人讲讲，但是讲啦，迄个你都爱看你啦吼，看你会互人跋倒无？若人跋倒你就毋通食。啊，咱即马较少看见啦吼。啊，我细汉的时候，我知影哦，我会记得阮庄哦，若旧咧9月时候，全庄拢咧请啦。啊，咧请，敢若基督徒无咧请啦。哦，啊伊嘛来叫你讲去因遐互伊请。哦，啊后来教会讲，啊无阮12月25吼，圣诞节换阮请恁啦。哦，所以圣诞节我教会办桌请因，啊，所以保罗特别讲到即个拜偶像的物件通食，还是毋通食，主要就是袂互人跋倒啦。啊，这我特别讲到吼，特别我伫恩和教会的时，捌拄着7月15吼，因拢会拜拜嘛，啊拜拜了吼，迄米吼一拜讲吼1000斤要互你啦，1000斤爱拜过啊，那要安怎？哦，拜过啊，啊嘛是需要啊，所以卡咧，啊迄个。到后来，迄个李总姊妹讲，无要紧啦，啊，就去甲伊载，啊，你去遐会记你吼，爱圣化祈祷了啦，啊，较载转来，哦，啊，所以阮就去啊，圣化祈祷了，啊，甚至送迄个主持一本圣经啦，哦，我摕一本圣经去送伊，啊，这有影有当啊，你迄个恩教会需要作些的即个米嘛吼，啊，所以嘛是有，啊，伊嘛是讲啊，阮遮嘛毋知要安怎处理啊，啊，恁有在做遮个事工，啊，无就送恁。啊，这个和保罗咧讲的这拜偶像的物件，其实有一点相通啦，有一点相。啊，主要拢伫对，拢伫听心啦，拢出伫听心。即你的听心，是毋是这互人跋倒，还是袂互人跋倒？
好，以上。咱过来行平安礼，啊，那么请迄个社青吼来遮练习吼。我叫摕着，所以无，我是跳舞。